子，你这个逆子！夫人，去南山别墅守着严正，别让他被不三不四的女人带坏，听到吗？是，夫人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守好严城。喂，严家母子大战，我听张姐说了，你记得给我机灵点，没事不要往大少跟前凑合。以前人家的少爷脾气都不好，万一把你弄死了，那不是少了几十万的彩礼吗？妈，这个月的工资可不可以预留给我呀？呸！你个赔钱货还想要工资啊？放去吧！